嚟到嘅弟兄姊妹嘅都可以揾個位，仲係坐低都可以可能自己心準備一息間嘅崇拜。咁喺網上面嘅弟兄姊妹都可以揾一個合適嘅位置啦，能夠專心去參與整個會議。2026年4月24日主日崇拜現在開始，會眾請站。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，因為他行過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。我要永遠高舉耶穌，耶穌永是我的一切。會眾請坐，接落嚟將時間交俾靈風敬拜隊帶我哋有詩歌敬拜時間。弟兄姊妹早晨，我哋喺神面前咧，望住呢個十字架，呢個十字架就代表咗我哋同神嘅關係，亦代表咗我哋救恩，代表咗我哋信仰嘅根基。我哋再一次仰望呢個十字架裏邊嘅主。
呼求
嘅時間咧，都係交俾佢喺一位裏面咧去呼求我哋嘅主。我哋嘅天父，我哋嘅神，我哋不抱喺你嘅面前，成為你嘅兒女，求你去洗淨我哋，讓我哋所行所想都盡量嘅係合乎你嘅心意。然之後你先至可以去使用我哋，成為流通嘅管子。不斷咁樣喺我哋耳邊提醒我哋，有邊啲地方係需要跟緊啲神理，有邊啲地方係需要檢討。藉住聖經嘅話語，藉住教會嘅生活，身邊嘅人嘅提醒，聖靈嘅感動，去活好我哋嘅生命。因為我哋知道咁樣先至得神嚟嘅喜悅。先至活得精彩，先至能夠享受喺神理裏面嘅快樂。求神你去使用我哋，讓我哋更加有愛心、有信心、有盼望，去將呢份喜悅去分享俾身邊嘅人。唔好吝嗇我哋嘅福音，唔好吝嗇我哋嘅喜樂。讓我哋有愛心去傳福音俾身邊失喪嘅靈魂。讓我哋有呢份嘅觸覺，讓我哋有呢份嘅能力，有呢份嘅技巧去，有呢份嘅火熱嘅心，一份 passion 去傳福音，去講俾人聽，去為佢哋祈禱。或者咧，讓我哋再唱嘅時候咧，更加堅定去呼求你嘅名字，賜俾我哋呢一啲嘅果子，讓我哋可以有你嘅香氣，等人哋見到我哋嘅時候，就知道我哋係屬於你。禱告同埋奉主名求主。求主加倍充滿我心，求主加倍釋放生命，為你進得靈魂，興起全民，投入你國度全心意。求主讓我心得愛靈魂，成就你的心意，令我更堅穩。祈求主讓我可作你僕人，獻盡我的所有，求主愛成在，呼求耶穌。
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發現，你們豈不知道嗎？我必在曠野開道路，在沙漠開江河。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發現，你們豈不知道嗎？我必在曠野開道路，在沙漠開江河。神係一位開路者，係我哋前面嘅元帥。你是開路者，行神蹟的神，持守應許，黑暗中的光，我想這就是你主。你是開路者，行神蹟的神，持守應許，黑暗中的光，我想這就是你主。運行在這裡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你同在，同在這裡，我敬拜你，我敬拜你，你是開路者，行神蹟的神，持守應許，黑暗中的光，我想這就是你主。你是開路者，行神蹟的神，持守應許，黑暗中的光，我想這就是你主。我相信你嗰位與我哋同在，你嗰位開路嘅神。就算我哋瞓覺嘅時候，我哋翻工嘅時候，我哋做乜嘢嘅時候，你都繼續運行喺我哋周圍。我哋今次咧一齊去起立，一齊起立。你同在，運行在這裡，我敬拜你。
只是我看不到你人运行，只是感觉不到你人运行。我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。只是我看不到你人运行，只是感觉不到你人运行。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。只是我看不到你人运行，只是感觉不到你人运行。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，你不停止，你不停止运行。于是开路着新升起的城市，手一曲黑暗中的光，我想这就是你主宰。于是开路着新升起的城市，手一曲黑暗中的光，我想这就是你主宰。开路着新升起的城市，手一曲黑暗中的光，我想这就是你主。于是开路着新升起的城市，手一曲黑暗中的光，我想这就是你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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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你主。會眾請仍然站立，我哋一同為到聚會禱告。親愛天父，感謝你讓我哋能夠再次喺教會之中一同相聚，讓我哋喺主你嘅殿中與詩歌一齊敬拜讚美你，一同互相去關心代禱嘅時間，並且又聽主你嘅道一同去學習嘅時間。主啊，讓我哋都嚟到主你嘅面前，放低一切身邊嘅煩擾。記得你就係話我哋每日開路嘅嗰一位，即使黑暗之中，仍然讓我哋見到出路。求主你親自與佢哋同在，佢哋喺困難之中都繼續呼求主你嘅名，盡心盡性嚟到敬拜你，用詩歌去讚美你，將一切嘅榮耀、頌讚都歸俾主。主啊，如果求你使用高傳道，讓一息間宣講嘅信息能夠進入我哋嘅心，我哋都要專心聆聽主你嘅話語，一同去學習主你嘅教導。聽到並且行道，活出主你嘅樣式。主啊，感謝你，感謝聽我哋禱告。以上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去祈求。各位請坐。